站照老馆今仔是虔诚的黄老甲敬拜，借着阮的黄老敬拜，有种兄弟姊妹会当伫你的圣会人生得到塑造，来号召属天的道路。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过一礼拜，咱搁来到圣殿，愿上帝的灵，甲大家撒甲伫地。咱即摆来串联今日要用的诗歌。咱第一条是信息第165首，信息第165首，圣花道义的地基。圣花道义的地基，咱来看第一节的上后壁是最后一段是因花因爱来买伊，因花因爱，毋是因花因疼，是因花因爱来买伊。咱来用第一节甲第4节。圣花道义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建立设立永远天国，对天降临上会议，做主心的新娘，因花因爱来买。提示地面上，来第4节，圣花设立伫地上，连伫三位一体，小主过往的朋友，甲主交陪无体，咱对亲意的着求，拢是对主恩惠。愿人会甲伊共样，伫天甲主作对。咱来看第2首，第1条是信息第485首，信息第485首，主大恩惠若失落伫我一生。咱来用第1节甲第3节。主大恩惠若是落伫我一生，我虽然了将面正做强民，心无惊吓，我靠求主的心灵，为主干净，好达徛伫定前，着好达真，着好达真。手我大声着认真，国背名，照主的真理，因做军旗，咱着互他为伫心着认真。第3节，心内歹事，我甘愿意真拄去，只有全部尊咱主心之意。为主真理，随着死也袂惊伊，心固能到要伊变做天，着互他真，着互他真，老我大声着真，国背名，照主的真理，伊做军旗。咱着互他为伫心着真。这是咱将咱的手机仔关机，也是调做震动。咱闭目心来礼拜。
恁就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但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咱来唱歌学乐上帝。圣诗第165首，圣诗第16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兄弟姊妹，请起立，咱来念全首。圣会独一的地基。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新的概念。你着真心、真实、真意听出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你着看个是原有法甲先知的总群头。我用新的概念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24篇，启应文第24篇伫咱信息后壁面37页。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念。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概念。还有啊，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予我离开奸诈的路。
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的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咱有弹心来祈祷。现在，尊荣的阿爸爸上帝，愿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象有的主宰，我也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心疼阮，无看阮的罪，你找见耶稣基督来拯救阮，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会当领受福音，正做你的囝儿。阮也感谢你，虽然阮经过风台大水的攻击，你也使阮平安顺遂。伫主日的早起时，也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个人，用虔诚的心、火热的心、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朝见你，搁一摆来亲近你。阿爸爸上帝，阮的主啊，我实在真软弱，有时会做出互你无欢喜的代志，就你找见信心，常常来提醒我。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因为你有讲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主啊，阮伫生活中常常有忧闷甲操烦，求信心互阮平静，除去阮心内的艰苦，互我会当得到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智慧甲快乐的源头，阮要仰望你来得到智慧，求你帮助阮无靠家己的财物。靠卡旨意找找对你来的智慧，互我的性命看见你水的旨意。我要学习我靠你权过人，谦卑来渴慕属天的智慧，互阮的人生的路有生命的活水，来得到你所赏赐的丰盛恩典。主的阿爸爸上帝，未来阮教会有侪的时间，后礼拜有庆祝父亲节的表演，有升级礼。阁有青少年团结夏令营、主日学的联谊活动，等，求主你来看顾，互阮的正当工有够额的智慧，互事工会当顺遂来进行。阮天的阿爸爸上帝，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通过牧师的讲道，互阮明白主的旨意，一切荣耀甲恶乐拢归乎你。阮将阮的祈祷甲恳求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应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学乐，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圣歌队要学乐，伊嘛是共款吼，圣会独一的地基。
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建立，设立永远天国。感谢诗班的献诗。咱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11章第15节到19节，历代志上11章15节到19节，咱周背后壁面嘛有记录。来，我来读，请大家来听。30个头人中有3人落去石盘遐，伫亚杜兰的东见大逼。菲利斯的军队集营伫利凡因的山谷，迄时大逼伫卫所，菲利斯人的军营伫伯利恒。大逼分宣讲：什么人会将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抢来互我啉？这3人就对菲利斯的军营冲过去，对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抢水，带来互大逼，伊毋啉。摒伫耶和华面前，讲：我的上帝啊，我绝毋通做安尼。这个人无顾性命，我甘敢啉因的血吗？因为伊无顾性命去抢来，所以伊毋啉伊。这个事是这3个勇士做的。愿上帝的话会当行做咱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咱要请牧师。来甲将上帝信息传予咱。今日黄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有喙无心”，有喙无心，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成做阮教会独一的地基。主恳求主你帮赞，阮即顶属伫基督的门徒，阮的性命拢会当定根伫即个石盘，定根伫主你的圣会，定根伫主你的话语。愿咱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差不多伫旧约时代，主前5、6世纪的时阵，以色列这个国家经历灭亡、受掠到巴比伦，直到波斯统治的时阵。有一寡受掠的人才会当倒转去，已经会故乡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毋过对伫遐个受掠转去故乡，已经伫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来讲，恢复敬拜的特殊，毋是不过是重建信仰生命的开始那尔。因要如何伫充满欠缺、交叉、纷争的遮个环境，继续坚持家己起初的疼，才是上大的考验。当初以色列的灭亡，咱拢知影，就是因失落因起初袂记住，因和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因离开上帝的道路，因岳头也无要听谈正先知，上帝借着正先知甲因提醒的话，因忽略上帝的心意。因的敬拜有喙无心，有喙无心的敬拜，毋若是发生伫受掠迄阵以色列国家遐的百姓，也发生伫受掠了后，即阵重建圣殿的犹太人。正确来讲啊，有喙无心的敬拜，其实伫每一个时代拢有发生，包括咱现在。当咱在看历代志录的时阵，咱会发现，历代志录内面有侪的经文，拢是对倒位出来，拢是对撒母耳记、列王记出来。即遮的经文，咱看起来敢若真熟，敢若捌看见，就是对撒母耳记甲列王记。所以历代志录哪亲像是以色列伫旧约时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什么？历代志啊，整个看起来就像是旧约时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故人略历。
但是用咱现在当想象的来描写，就是，迄就亲像一本个人律例啦。咱常常伫个别礼拜在看个人律例的时阵，咱会思考，咱对即个个人的律例，咱会思考咱家己人生的价值甲目标。对个人律例，咱会看到历史的变迁，也会发现。有时啊，咱会发现，咱其实对即位个人吼，即位已经安息伫主的怀抱的人所了解的，实在毋是偌深，真有限。咱也会看到维族伫个人律例内面，伊所强调的到底是甚物？牧师有主持，也捌参与侪个别礼拜，到目前为止。伫个人律例，咱牧师所看到的，拢是对个人的波塔较侪。真罕咧听到个人律例内面有写个人的黑历史啊，很少发现，几乎没有，几乎没有那个黑历史。所以咱伫历代记录内面啦，罕咧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黑历史，特别是大卫的黑历史。几乎没有出现在历代志里面。咱伫个人律例内面，维族常常强调的是甚物？家庭的关系、个人的财情，甲特别的运势。对伫个人所参与的教会的活动，若是有讲，也是真少。确实，咱拢会当，只会当对家己的角度来看，去回顾。去看一个人的一生，咱若是看中咱伫世界所得到的地位甲产业，咱就会对世界的价值观来看一个人的一生。咱若看中是上帝的使命，甲上帝所要赏赐的遐个珍宝，就会对因是毋是一位忠心敬虔的基督徒来看因的一生。今仔日的这段经文虽然甲《撒母耳记》下卷23章遐内容差不多相像，总是所要强调的重点无相像，也亲像咱在读四本福音书内面，4本福音书因内面拢有无共款所要强调的重点。伫历代志录上卷11章有记载啥物？11章有记载大卫当初是安怎受到众人的支持接纳做王，佮记载大卫伊所带领的军队是安怎杀赢攻破耶路撒冷遐个重要的位所。大卫将因称作是大卫的城。圣经中常常用耶路撒冷、锡安、大卫的城互相替换使用。这个称呼对上帝所拣选的犹太人来讲，所表明的，拢是上帝所徛起的所在，是众人，是上帝临在，受到众人敬拜、尊重的所在。历代志录上卷11章记载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以后，接续就说明大卫会有今仔日的成就。大卫之所以能这样子攻城略地，就是有一群连死也毋惊、忠心军队大卫的勇士。今仔日的经文11章的15节到19节，就摕到其中3个勇士的行做。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15节到17节，才有讲30个头人中有3个人落去石盘乡，是亚土兰的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则赢伫利法因的山谷。迄时大卫伫卫所，非利士人的兵营伫伯利恒。大卫迄当阵足兴奋，伊足兴奋地讲：什么人会将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抢来互我啉啊？大卫当初为着鼓励遐军队，伊的勇士奋勇杀敌。伊就用首领、元帅的这个称号甲名号，做正百姓、正军官的长相。所以15节所讲到的30个头人，
30个头人就是30位领袖将官，这30个头人就是愿意大心，行伫正军兵的头前，拼命奋斗，刣死对敌，受封立做将官的人。所以这30位头人是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军队里面，在大卫的蓝图里面，这30位勇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有一天，这30位将官的其中3位，这3位头人呢，到伫大卫的营盘，就是亚土兰的洞来去见大卫。16继续讲，大卫伫亚土兰的营盘为首，比利行总是比利行咬伫非利士人的手中。亚土兰是伫比利行西南差不多约20公里的所在，迄个所在亚杜兰那个地区是一连串石灰岩的山洞，它是一连串石灰岩山洞的洞穴区。好，那一整块那整个区域都是石灰岩的山洞区，那个洞穴群。一个洞穴群，所以那个是非常，就是易守难攻。讲到洞穴群，就想到金门哈，金门嘛，我就做那个地下也那个坑道，那个是外面的敌人都摸不清，搞不清楚到底哪边进去哪边出来。好，但是自己的人就非常清楚，我从哪边进去，从哪边出来，这样易守难攻啊。大卫就伫迄个所在，亚土兰洞到比利行行路差不多2-3点钟的这个时间，伫迄当阵，大卫忽然有真大的感触，伊伫亚土兰的卫所，想到比利行咬伫非利士人的手中。比利行是啥物所在？比利行是大卫出世，是伊成长、放牧羊群的故乡，也是大卫受竞选做王的所在。今仔日，伊的故乡比利行却咬伫强猛的对敌非利士人的手中。要会记伫过去还在戒严时期，海峡两岸要未开放探亲的时阵，无是讲我的爸爸，无是的爸爸，无是讲伊迄当阵拢要透过借着美国的亲情。才会当和大陆的亲戚来通信，才能联络。迄当阵我要少年，无是讲拢真严肃啊！吼，咱有看到捌看过的人都知影，伊一个面吼就是足严肃的。可能因老来有较古水淡薄，毋过伊少年的时阵拢足严肃的，不苟言笑。所以我要少年的时阵呢，我毋知影无是讲是毋是定定有在想。就想要回去伊的故乡，他是不是常常在怀念故乡的一切？是不是恨不得插个翅膀能够马上飞回去？迄种有家归不得的心情，其实毋是我这个定定想要回去就会当回去的人会当想象。大卫的感触，伊所兴酸的，无论是对伫受掠伫外邦的遐个以色列人，还是对迄阵已经倒转来故乡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拢是真大的反省、提醒甲勉励。所以呢，圣经继续记载这3个头人，这3位勇士，18节，讲这3人就对非利士的军营冲过去。他们冲破非利士的营房，然后对比利行的城门边的井抢水，带转来互大卫，要互大卫啉。伊想讲，哇，这个水吼是大卫王伊所兴宣迄个故乡的水。这3位勇士的忠心甲勇气，实在是无话通讲啊，实在无话通讲。因是听到大卫的心声，就放胆向前，总是大卫敢啉毋敢啉。我毋知大家看到这哦，是安怎大卫毋啉呢？好不容易带回来的水，你居然不喝，是安怎大卫毋啉？兄弟姊妹，
代币是遮尔啊地义，一定着爱啉必利行城门边的井水吗？亲像咱有时啊嘛，就想吼，就想要讲，咱台湾有足侪土产嘛吼，譬如讲咱最近做风台，中南部淹大水，啊山区的山崩啊、土石流安尼土石流。我们知道屏东有个非常著名的，想到屏东它的特色，它的特产是什么？屏东，讲一个。黑尾鱼，吼，台南嘞，台南，哈，讲较大声诶，大家美食，哈，沙巴鱼，吼，过来，想到拉山就想到啥物？水蜜桃，啊，过来想到迄落花莲鹤冈文旦，吼，鹤冈文旦，哇，若是有一工吼，无事就想讲，哇，中秋都要到啊嘛，吼！中秋都要到啊，吼！若想讲，节暑啦，吼，节暑即马中秋要活中秋啊，我就想讲，哇，迄个鹤冈文旦偌好，偌尔啊好吼！来，然后伊个牧师吼，就安尼下性命，风台来嘛袂要紧，吼，强烈台风来他伊也毋惊，吼，土石流安怎淹水嘛毋惊，伊就要安尼甲我栽赃的安尼挽来。吼，要对遐安尼挽来，转来台北互我食。兄弟姊妹，若是有人安尼吼，疼你疼到安尼吼，我毋知影大家反应会安怎啦。毋知大家反应是，哦，你哪会遮疼我？吼，我足感动的，吼，我赶紧来食，还是甲伊臭骂一下。水风台出个遐大，淹水，还土石流，你讲安尼，你是头壳歹去哦？这三位愿意拼命替台北征战的勇士，敢真知影台北迄当阵伊的心声到底是甚物吗？还是讲这三位勇士不过是匹夫之勇？迄下有人会讲，啊，这三位勇士确实是出伫对台北的疼。出伫对台北的支持，伊顺服对台北嘴所讲的所有的话，因感觉会当成就台北心内所想的，就是因的使命。若是安尼，敢袂使？总是咱爱知影圣神的价值，咱拢知影圣神有9个价值。圣神上尾一个价值是啥物？节制。圣灵9果里面最后一个强调了节制啊，中间的顺序可能我们都会可能不怎么样会按照它的排序，但是我们会知道最后一个就是节制。那无节制，就算讲是疼，还是使命；那无节制，做了过头的代志，就真有可能会致到规个团体失去平衡，整个团体会因此失去平衡，会歪错。甚至倒坏，家庭是安尼，职场是安尼，教会是安尼，国家世界也是安尼。有迄只有人会问讲，遐个为着使命、拼命、牺牲的殉道者，佫要安怎来解说咧？因为着福音的缘故，牺牲家己的性命，敢毋对吗？咱着爱细致来看圣经。也着谨慎思考发生伫咱四周围的代志。上帝对每一个人的使命计划拢无共，咱袂当将某一个特别的经验、特别的人，上帝做伫某一个人身上的特别的代志，使用伫咱所有的情形。咱袂当将家己看做是好、看做是对的代志。就勉强别人一定就爱照安尼来做。伫一个团体，常常会因为个人式的英雄主义，造成团体失去平衡。教会各部各团体就爱协调做伙向前行。武伫牧师做牧师
对传道师到现在已经10冬的时间，其实10冬无偌久，吼。总是伫牧师看到侪侪教会的情形，牧师会发现，有侪侪教会有一个问题，会出问题的教会，遐个教会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团契只有注重家己所参与团契爱有发展。意思是讲，我若是参与，我譬如啦，吼，譬一个字，吼，因为今今仔日咱上年的会长是苏辉，我就掠上年团契做例。啊，毋过我毋是讲咱教会啦，吼，我是讲别间教会即种的情形。譬如讲上年团契，某一间教会上年团契讲，我家己上年团契发展愈好愈大愈好，啊，别个团契吼3只猫2只猫也袂要紧啦。迄无差啦，吼！我即个团契有勇壮，互人有看头，安尼就好啊。侪侪有问题教会内面的团契，拢是只有顾家己的事，无要顾别人的事。教会每一个月拢会公布财务报表，我毋知大家有关心咱的财务报表无？对财务报表会当看到教会各部的事工是毋是失去平衡？譬如讲，咱看团契奉献甲经常费的收支，团契奉献跟经常费的收支是不是有正常？是不是有平衡？亲像有的教会伊的团契就亲像一个小金库啊，有些有问题的教会，他们某些团契就好像一个小金库。小金库什么意思？就是里面这个团契好有钱哦，有够有钱的。因为大家拢奉献给这个团契嘛，大家都奉献到这个团契，以至于呢，教会经常费就无啊。我边边若有10块，我若8块拢奉献给团契，剩2块奉献给教会的经常费，经常费都无够。经常费在做啥？经常费就是我们一般性的开支，对教会来说，比如说有人事费，比如说有水电、瓦斯费、水电，咱常常逐礼拜来，迄只是讲参与团契活动，拢会有水电，啊，搁有家事，吼，煮爱餐、煮食都会有瓦斯，还有我们设备保养、维护等等等等的许许多多的经常费。因为有问题的教会，伊就将迄个团契费用安尼愈来愈饲，即个团契愈饲愈大，啊，经常费就愈来愈少。所以有一寡教会经常费无够，到伫一个程度，因无法度申请牧者。经常费甲团契的费用，若是用食来做比喻啊。经常费就亲像是食3顿，咱拢爱食3顿。啊，团契的费用呢，就刚若是我们去外面吃个大餐这样子，吼，偶尔吃个大餐。有一句台语安尼讲啦，吼，讲但是青正都无太为晒干，就是如果生吃都没有了，还拿去晒干吗？好像萝卜干呐。还有韩国泡菜啊，都是因为产量很大嘛。好，以前的人无法度无病毒，要么就腌制起来，要么就晒成干。就是青正那是青正都无太会晒干啦。总是遐个教会就是会有人会讲安尼讲啊，不要紧啦，咱奉献互团契就好。因为安怎，咱伫咱家己的团契吼，咱用会着啦。咱也家己嘛会当主张，咱即笔钱吼要用着要开伫什么所在，咱家己会当决定，咱家己会当主张，莫互遐个中级去发落，莫互遐个中级去决定啦，咱家己就会当来决定啦。咱是毋是常常会因为别人喙所讲的遮个话，造成教会资源在分配的时阵？会歪错，资源就是遐尼多，伫大家3钱遮个资源的时阵，
就是口唱心不和。当咱在敬拜，当咱在学乐，咱开喙大声在学乐的时阵，总是咱的心所想的拢是家己的好。咱无顾别个团契，无顾别个教会其他的所在的需要，所以很多教会陷入在一种抢钱、抢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迄三位勇士嘛是安尼，迄三位勇士无抓到重点，因无抓到大卫所讲的话，迄个一句话的重点，因袂记起家己的身份，因也袂记起家己上重要的使命是啥物。因的使命毋是去抢水互大卫啉啊，因的使命是帮赞协助大卫，协助大卫会当拍赢太赢对敌，然后安怎成功登基做王啊？因的使命是帮赞大卫会当做王，坚固伊所统治的这个国家，毋是抢迄个水啦。因的使命毋是去抢水。18、19节继续搁讲，大卫伊毋啉遮的水，大卫就将遮的水摒伫耶和华的面前，讲：我的上帝啊，我决断毋通做安尼哦。这个水我决断毋通啉。这个人无够性命，我敢啉因会废吗？因为因无够性命去抢来，所以大卫毋啉遮的水。好佳在大卫是清醒的，一位常常亲近主、明白上帝心意的大卫，伊知影放伫伊面前的遮的水，是这三位勇士的忠心，总是这个忠心。应该是展现，应该是献给上帝，献伫上帝伊的家的内面。这个中心是要摆在上帝的整体计划里面，并不是伫伊个人的心上。所以大卫固决毋肯啉遮用性命所换来的水。迄三位军队大卫的勇士，虽然做甲有较超过。总是上帝也互因有一个调整的机会，上帝互因有性命搁倒转来，上帝互因看到大卫将遮个水摒伫上帝的面前。这两项事，互这三位勇士有一个提醒甲反省。确实，要完全理解一个人所讲的话，确实毋是遐尼简单。咱常常会发生讲的甲听的，同一句话，总是咱所理解、咱所表达的，拢完全无共款。咱常常拄着即种情形，毋过只要咱常常伫基督的内面反省、思考、默想，就会当及时调整好势，亲像即三位勇士，因通继续用正确的忠心来协助大卫。完成因的使命。伫腓立比前书第4章遐有讲，借着迄位加天互我气力的，凡事拢为。借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咱常常会摕即句话来鼓励家己，也鼓励别人。总是到底有偌侪人会去思考即句话？当使徒保罗在讲即句话的时阵，伊所拄着是怎样的境况？一位为主大发热心，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保罗，主耶稣无将伊身上的迄支刺刷走，上帝无将迄支刺刷走，佮定定加添患难迫害伫保罗的身上。当保罗在讲借着迄加添我气力的，我凡事拢为。保罗嘴所讲的迄个凡事，那个凡事啊，拢毋是为着家己。有时咱可能会为着家己的事业，咱会为着家己的地位，咱会为着家己的工作，为着家己的家庭讲啊，因为
上帝加添互我气力啊，所以我做这嘛会使，做迄嘛会使，凡事拢会啊。就是咱已经误解，咱已经误解保罗所讲即句话，伊原本的迄个意思。保罗的凡事拢是为着上帝，拢是为着上帝。咱搁来讲，就算讲保罗拢是为着上帝，为着基督，上帝犹原有甲伊设立一条界限，上帝仍然有一条限制，设了一条线，限制他，就是迄支刺。上帝犹原将迄支刺放伫伊的心上，无要刷走。看起来，咱看起来是限制，却是基督对伊的疼。因为这个限制，这个节制，这个帮助他能够节制，是为着避免伊会做啊伤过超过，会骄傲来离开上帝。咱用嘴敬拜，用心服侍，从来拢毋是为着什么人，毋是为着伊。毋是为着我和某一个中职同工的交陪较好、较亲啊，因为伊安尼甲我招好，吼，我着去帮衬伊。啊，迄个人吼，我和伊交陪无遐亲，所以伊甲我邀请的时阵吼，我着甲伊拒绝，吼，我着甲伊拒绝。咱伫服侍，咱伫教会毋是安尼，咱独是要为着要和上帝搁较亲近。牧师举一个例，前一站，牧师和另外一位牧师伫开讲的时阵，有讲到咱6月底有中职同工退休会，教会所有的中职甲教会团契的首长，咱拢做伙去承德圣经学院有2天1暝的退休会。迄位牧师就问我讲：“啊，所有的中职拢去哦？”我讲：“是啊，因为爱培训嘛，爱训练嘛。啊，恁2个牧师嘛拢去哦？”我讲：“是啊，2个牧师带队安尼。”伊讲：“哦，恁真好打呢。”我讲：“哈，阮真好打是安怎？是安怎？阮真好打？”伊讲：“啊，恁2个牧师拢无伫个，啊，全部的中职，啊，佮所有的团契会长拢无伫个。你毋惊教会会乱哦？”我就甲伊挂保证，我讲袂，我对我的教会建成教会有信心，因为阮建成教会王从来拢毋是某咪人，阮建成教会王是一嘴大声讲，啊有信心嘞，咱的王是一嘴，哈？好啦，2个字啦，2个字。咱的王是啥物？是一嘴？是上帝嘛吼？咱的主是上帝，咱的主是基督，吼，咱的主绝对毋是某咪人。所以有可能有时，咱常常听到别人安尼反问的时阵，有时咱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会感觉，哎哟，我哪会遮好打，吼？可能咱会感觉失胆、犹豫，也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咱有时啊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会做甲过头去啊，伤过超过，袂记起家己的身份。咱也有可能因为某某人的一句话，感觉受着伤、跌倒，甚至有时咱会因为咱家己的一句话哦，咱一讲出来，就常常感觉讲，哎呦，一言既出，怎么样？驷马难追，我所讲的话，我若无法度来实践的时阵，我一声，吼，有时啊，咱会为着家己的一句话，感觉足重大的。感谢主，总是咱要有上帝，有信心保惠师，有耶稣基督。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伫患难中及时的帮衬。无论伫什么时阵、什么境况，伊拢甲咱三甲伫地，毋通惊。着相信，无论咱是毋是有袂记即约束家己的喙，有时啊，亲像代表咱心肝所想的，啊，喙着安尼讲出来，总是别人听去，我完全毋是迄个意思。做一个领袖的人，做一位王，像代表，
伊所讲的话，伊着家己爱足细致的，除非伊就是家己一个人安尼那尔。总是当伊边仔有别人的时阵，伊爱细致，伊的喙所讲的话，是毋是会造成一寡伊所无法度把握的遐影响？有时啊，咱是毋是会误解别人的话，直到口唱心不和即种的情形？无论安怎，只要咱继续踮伫主的内面，就一定会受到调整，亲像上帝定心塑造大卫甲这3位勇士。这段经文，咱会看到大卫甲三位勇士，他们本来是非常就是战友，他们是一个战友的关系，而且是有同样的目标使命的。如果咱想一下。设使这3位勇士因为大卫的一句话，因着安尼撞去呛水，结果无法度转来死伫遐。这对大卫、对遐的其他的勇士来讲，迄个影响咱毋知哦。咱真恶地想象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可怕。因差一点啊，因为一句话，一句他们差一点为了一句没有查验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愿咱的心所想、嘴所讲、手所做，拢通得到主的欢喜甲接纳，做伙建立一个通荣光主性命的教会，继续完成上帝调咱所要完成的使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塑造阮，诚做合入主你心意的器具。愿圣神继续帮助阮，当阮hand落摇移摇拽，就要失胆跋倒，甚至已经行偏路的时阵，主，阮恳求你的恩惠失落伫阮。带领引带阮及时越头，行伫正路，好胆正前，继续为主做干净。阮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黄牧师的正道，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教示。圣诗第485首，圣诗485首，主大恩惠那施落伫我一生。来。兄弟姊妹，咱请起立，咱来听全首。
坐，咱来进行今日的奉献，请长番的同工来服侍，请咱大家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会众，咱请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讲道的时间，咱来掀开咱周报的内页面吼。咱讲道的事项，教会意向是新传正信道，万民皆祭司。咱就爱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来相听。咱第一个要来祈祷的讲道的时间是，愿咱的敬拜服侍。团结生活，拢会当心口合一，嘴唱心和，远离无合神心意的一切。咱第二个为着咱的肢体，陈王兰、洪金基、陈德明、刘秋敏、曾宝玉、陈丽水、刘淑珍、谢丽慧、赖信雄、吴义梅、杜娇、陈秀荣、柯长美、林香瑶、林文成、林依乐、刘惠忠、李碧莲、张凤龙、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赖清光、蔡世温，这寡兄弟姊妹的需要，咱来祈祷。第三条，为着许热时，儿童、少年、青年的营队的筹备，同心合意，为所有参与的信仰性命。加深加讲，更较侪来明白上帝来祈祷。第四条，愿主保守人民，因为凯美洪灾所造成华东甲中南部的灾损甲水患，拢会当尽快恢复顺利平安。为着即寡代志，咱来献上咱的祈祷，请大家做声来祈祷。
爸爸上帝，愿有亏欠你的所在，求你来赦免；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你来宽容；有侮辱你的所在，求你来掠看；有无互你欢喜的所在，求你原谅；有无合你心意的所在，求你显明；有做毋对的所在，求你来指明；有偏离圣经真理的所在，求你来修正。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在生活中，互我经历你的同在，得到你所赐的快乐，来通展示培元。愿我的生命会当彰显你的荣耀。我相信，我亚实的时，你会赐我能力；我软弱的时，你会互我重新得到快乐。若有你甲我同行，我就无惊灾害，无论逆境顺境，我拢要仰望你，一生来跟随你，来得到永远的愿望。求你帮助我有得胜的生活。我知影你的疼，拢无离开我，一切临到我身上的重代志，拢有你所备办美好的旨意。我也要用你教示我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我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我赦免我的过犯，亲像我也有赦免过犯我的人，无得带我入地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来，过来就是咱要看咱的报告。那后礼拜的聚会，请大家来看吼。咱来看教会的消息。第一条，8月初3拜六9点半到12点15分，台北中会性别公益部有举办专讲，以上所甲军所的实务案例探讨。如何修正自保甲求助的管道？地点伫咱建成教会礼拜堂，备有午餐，费用全免。登记报名对今日为止。第二条，8月初3拜六下晡点半召开中职会，3点半召开小会，请全体的中职留意。第三点，下主日8月初4是父亲节的感恩主日。教会有备办礼品致敬予每一个父亲吼，欢迎大家邀请你的爸爸同来礼拜。第四条，后主日是升级的礼拜，今年升级的学子有游铁、遗留，因要升国中；秋雨要升高中；丹兴要升大学，愿主来祝福。第五条，8月11日要举行本年度第4摆的圣礼典，要受所有的虔诚礼的设立会籍的兄弟姊妹，请牧师来报名，以利预备相关的事宜。伫主内底陪参的肢体，请预备家己，以用敬虔谦卑的心，甲主来同齐道。团契消息哦。8月初2拜5 9点半吼，就即礼拜5莫记唔对哦。我知影有人记顶礼拜5吼，是即礼拜5台北中会双年部举办父亲节感恩礼拜，地点是马街病院哦，莫走去大场地教会吼，伫马街病院高楼吼。那奉献的名声吼，伫后壁你看若有错误的，还是有漏沟的所在，请你甲会家来订正吼，来，咱来啉上银509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阿罗天父来，兄弟姊妹请起立。我
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礼拜到这煞，请大家灭倒闭会。